周年，其实这么大。对啊，我们3周年了。Helen， 哇，好香哦！刚烤的啊。来，Monica， 我也在这边教，我在妈妈教室教口音，对。阿姨啊。对。在一些的那个有一本那个画的那个绘本的，就是我们新闻局它品质蛮漂亮的。来，OK， 那我没有玩出一下，你们去签，没有帮我大家签嘛，第一个人，你们来签。我可以了。OK， 好，可以要选，可以插进，照个相一圈。对，在这里，1、2、3。OK， Thank you。This is Monica's special cake. She made it. OK， 好了，那就可以 enjoy the cake。OK。哦，你来晚了。刚才你打多少无听诶？好啦，来。你们来给我们。来讲给你哥来讲。帮我们拿下来。对，拿下来。需要容易哦，老师。来。来讲给你哥哦，这戏就厉害。我带你去来做戏。你现在我告诉你。你好。哇，这个他是对，我知道。哇，这么大，很大。5年有来嘛，都有练习。外公外婆来哦，给你介绍一下。妈，还有我的老师，还有阿公阿嬷来啊。我来check。今天到刚刚哦。没有给那个。反正我来check。那个小姐话叫什么那个？我来check。咖啡。没那么容易搞，去头啦！没有，我每次都说要转。因为你现在是现发芽的在这儿，我今天去的想，我没有，手看没学准。没有啦，因为我们在学。没有啊，因为我在画的话就是好像不在那里。
3. You like it? You like it? 当然喜欢了，求之不得。Oh, sorry. 我跟你说好，还好吗？来得及。Okay, 1, 2, 3. 来，你们3个人一起吧。谢谢。他如果每天都去 celebrate， 他要给自己。来，啊？有啊。OK。妈，你们3个。好。1、2、3。OK。4. 1, 2, 3. OK。谢谢。Well gone. 因为那个小孩子generation actually can pick up some idea where's how the parents and the grandparents they come from and the culture back into our hometown Taiwan. I will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introduce all the artists, so they will say a few words to all of you. It could be in English, could be in Mandarin, it could be in Taiwanese. Okay. OK， 今年是我们旧金山湾区台湾画会第10周年。这10年走来一路我们从原来的4个，然后经过有一些2位画家的替换所以我们现在变成6个会员，我们有摄影师，有水彩画家。也有油画，所以在旧金山湾区，大部分的画会，像美华艺术协会、中华艺术协会，大部分都是阐扬国画。那10年前，我们想成立一个专门以西画为主题的，所以旧金山湾区画会，我想是湾区大概比较特别的一个画会，就是以西画为主。今年是第10周年，很高兴今天可以看到各位来参加，然后。我还有一些学生展在外面，如果各位有兴趣，那些小朋友都是从6岁半到13岁画的。我现在也是除了画画以外，教学生也教得很高兴，谢谢各位。大家好很高兴你们来那个。
大家好，谢谢你们忙中抽空来参加我们的10周年盛会。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就是10年。10年来，我们的画会在湾区是有一定的知名度了。好，我自己也跟着成长。我的风格，我是画水彩，我的风格是比较抒情，也很感性。我今天要特别提的一幅画，就是最前面这一幅，这个色图都是我的哈，水彩淡淡柔柔的。这幅画是很特别，有画，有诗，还有书法，还有那个湾区有名的书法家叫张梅居老师的印章作品。所以你看这一幅作品，你就同时可以欣赏好几个艺术。好，就是我终于，这是我的追求的目标。我今年终于把它呈现出来，我很高兴。诗、书、画，还有印章，可能等一下你们会听到我唱歌。武艺，谢谢大家，慢慢欣赏。Okay, well, next one, Dr. Cheng. Hi.